哦，所以啊，我们在现问之中，庄美威严，心，我心性啊，就是非常的善良，非常的，这个啊，照顾众生，那个呢，就使以啊，庄美威严，我们那个心地，就不是外表形象啊，装模作样的，那一种样子，那么因为啊，它是始于这个庄严部分啊，所以市民还觉到就是如知法如意，须菩提若菩萨呢，通达无我法者，这个各位田田最重要就是这一段啦。说呢，菩萨若通达无我无法。已经没有我，也没有法，如来说明真是菩萨。所以啊，重点就是在这里，已经没有我，也没有法，没有我，没有法，没有我执了，没有法执了，呢，真的不就是菩萨，这样了解吗？所以最好的啦，这个归结到知法如啦，这个就是如所以啊，能够通达无我无法，没有我执了没有法执了这个如来说称性而说，真是菩萨。所以啊，就鼓励我们能够真的无我，也无法，因为我们呢认为啊，这个身体的我，这个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啊，借我用的，我们都要回归给天地啦，拢爱害地，这不是我的，所以咱知影讲，这个身躯不是我，身体不是我。那我就是呢如来，我就是佛，这样啊，已经通达无我了，无我了。然后法无法，因为我们直接回归到佛性本体，没有法，就已经没有无我无法，你看我们在平常就可以做了，对不对？平常啊，生活之中，我们就可以到达无我无法就可以了。已经啊，身体啊是天地的物质，所以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发号施令啊，指挥身体的所有言行动作，行事坐卧，我们要知道都是我们佛性在指挥啦。那个天地的物质啊，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用的它没有知觉性，我们身体的知觉性就是如来就是佛所以已经呢我们在用的，在日常都在用的所以身体啊，我不是这个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所以啊，佛性的我，各位就是要了解到。一定呢不要落入两边对待，落入两边对待我们就狭隘就不宽广，然后我们回归到佛性本体的状态啊，它是一体的，一体就没有分别心啦，所以证悟到没有分别心啦，就成佛啦，那我们因为分别心都很浓厚所以离佛还有一段距离呀，要成佛还够一段时间看看哪一天不分别了，哪一天就成佛了，这个呢是第这个17分，就是究竟无我，真的没有我啦，所以要了解到，身体的我啊是天地的物质，那个不是我。究竟无我，然后啊，我们呢看这个第18分，一体同观，一体就是整个都一体，就是我们
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灵本同体，所以啊，这个一成佛了以后啊，就无眼大慈啊，同体大悲，无眼就是啊，没有亲戚关系，没有这个朋友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无眼没有因缘，然后我把那个慈爱给你，无眼大慈，然后同体呀、大悲，就是啊，佛性啊都是同体，所有众生的佛性啊，虽然现在各个身体都不一样，可是我们佛性都一样，回归到佛性本体都一样，所以啊同体，同体大悲，一体呀、同观，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要进入呢，那个一体，同观。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肉眼否？说如来啊有没有肉眼？须菩提回答说：如是是真。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来有没有天眼？那个天眼啊，我们就是了解说，可以啊，见前见后，看头前看后边，会当看暗，天眼呐，就是啊，能够这个所有的这个观都无碍，没有障碍，那天眼我们呢有的是累世修呢会带来，有的是从定力啊得来的天眼。那须菩提回答：如是是真。如来呢有天眼。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慧眼否？那个慧眼，我们呢这个常会听到了，慧眼识英雄，那个慧眼，就是能够见到那个真理的那个慧眼。如是是真，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华严否？这个华严啊，就是获得智，就是我们在凡尘啊，然后学来，得到的智慧，然后有这个华严，就表示你对所有的这个万象万事啊，你会知道怎么处理，有那一种方法，那个一看的那个华严啊，整个都呈现，所以那个是获得智啊得来的，那么须菩提回答说：如是是真，如来有华严。须菩提，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是真，如来呢有佛眼，所以我们了解啊，具备了这个肉眼、天眼、慧眼、华眼，就有佛眼啦。所以具备了前面四个啊，那个佛眼就自然就已经具备，无所不足啦。什么拢有法度看，就是佛眼。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一体同观啦。就是他一对眼睛里面有具备了肉眼、天眼、慧眼、华眼、佛眼，不是说有5对眼睛啦，是一对眼睛里面它就有具备。那佛呢这个突如其来讲这一段我们就是了解说，看经文前面、经文后面都跟这无眼没有相关联，突如其来就讲这个无眼，要我们呢这个了解到说一体同观，就是要我们能够从我们这个众生混上的肉眼开始，然后能够修修了有这个定力了以后就有天眼，然后我们呢
这个又能够熏习真理呀，那个慧眼呐，又会具备。然后啊，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经历的凡尘的所有事啊，经一事就长一智啦。所有的法怎么处理呀？那个华严的具备。所以啊，有华严了以后，处理这个事情啊，就能够圆满。它能够前面4眼都具备啊，佛眼就有了。这个能够啊，全部啊都呢整个这个透彻。所以讲这个无眼了以后啊，就接着讲那个恒河沙啦，须菩提于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部。说恒河里面的那个所有的沙，那么佛说是沙。各位请请，佛是不是跟着众生说沙？说不说沙？我们众生说沙，说离河内底说佛呢是不是对咱众生讲？大家拢怀疑啊，无佛咱哪讲？咱众生讲沙，佛讲迄金啊，会这样吗？不会啦。所以啊，我们众生呢说沙，佛就跟我们众生也一样说沙，是一样的。如是这个须菩提回答如是是真，如来说是沙，赶快讲说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跟前面有关联啦，跟前面那个无眼呐有关联。就是啊，我们的那个等于是心呐非常的细小，跟他说须菩提于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这个就不得了各位同学，佛用比喻说一条恒河里面的所有沙，一粒沙又变成一条恒河。是知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可以听出它的比喻吗？一条恒河里面的沙，一粒沙变成一条恒河，那所有的恒河，所有的沙都变成佛世界。这样你了解意思吗？不样省对不？一条恒河的沙已经数不尽的啦，他又把一粒沙变成一条恒河，那所有的恒河里面的沙多不多？还无法度省所以佛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比喻呀？就是说呢，我们众生的心就像恒河的水在流，那个心念就像河里面的沙，一粒一粒沙。咱敢有遐济心？有无？有这厉害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多了。一条恒河就已经里面的沙多得不得了。他把一粒沙变成一条恒河，那所有恒河的沙变成我们众生的心心念那个河流恒河就是我们心念的流动那个沙呢，就是我们心念的环密很环密啦就这啦就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呢，从下半段心明无住以显般若离体，
就是我们心呢都无所住，然后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都整个呈现出来，然后啊，从究竟无我，然后啊，一体同观，然后进入到呢，我们呢身观无住啊，以进修，都无所住啊来进修。为什么佛会这样跟我们讲呢？因为我们心念太多，那我们要把这一些心念啊，我们要能够转换，能够转换过来的话，那我们修呢，才真的能够进入轨道了，所以这个佛就讲说，持之恒河所有沙数啊，佛世界，那已经呢一粒沙就一个世界啦，如是名为多佛，须菩提回答说：甚多有够多啊，世尊。佛告须菩提，我所国土中啊，就是我们呢所有国土这个里面，所有众生啊，肉干种心啊，如来悉知，我们众生的心啊，如来都知道了。各位浅显，我们的心啊，我们的佛性啊，知不知道？我们的心啊，我们佛性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说我们的心是从我们佛性生发出来，可是我们生发出来的心念我们自己佛性不知道。我们自己佛性不知道我们生出来的心念。所以这边呢，这个如来就讲说所有这个国土之中呢，所有众生呢，肉干种心如来悉知。所以这个为什么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所知心皆为灰心。所以如来讲，我们所有的心都不是真心都是妄心。所以从那个根源从妄的根源抓到，所有众生的心都是妄心我们在生活中所用的心都不真，都是妄心。所以如来悉知，我们呢众生皆为灰心，都不是真心是名为心，只是它的名称都讲我们讲心，就是心。那么底下就讲，所以则何？为什么呢？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所以跟我们讲，我们所有的心都不可得的妄心都不可得，无法都得到啦。可是我们都用，我们在生活之中都在用，都在用这个不可得的心所以从无眼，然后讲到恒河，然后讲到沙，然后讲到国土，然后讲到众生心，然后讲到三际心不可得，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连贯了，可是这个佛呢要我们呢从内心明义，明了义理我们从内心去明了那一些义理，告诉我们我们能执的心不可得，能执的心不可得。那后面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执的法就是衍生之法，那所执的法不可得，能执的心不可得，收在前面
然后呢，所执的法不可得收在后面，所以先把那个能执的心不可得先收。就说我们现在能够执着，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各有各的执着啦，还蛮坚固的，拢足固定的执着，执着。那佛跟我们讲说，我们这一些执着都是不可得的妄心，不可得啦，得不到的，所以先把能执的心空掉，先让它空了，能执的心空，所执的法自然呢，你就不会在这个法上住相。所以佛讲呢，那个脉络真的是要细心体会啦，体会才会了解说，佛在讲是这样，从无言一体同观，然后讲到恒河，然后讲到沙，然后讲到我们众生心，然后讲到三际心不可得。这样呢连贯下来，告诉我们从内心明了义理，那内心能够执着的都是错误，我们不要呢坚持自己的执着啦，那个不对的应该把它去掉，所以那个能执空起能执的心，因为三际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呢是告诉我们一体同观。因为我们呢后半段的那个《金刚经》文字都不多了，可以说都是非常少，经文都是非常少，可是这个义理一定呢要深入的了解，不要只有在呢文字表面做功夫啦，一定要深入为什么从这个17分呢，一直到24分深观无智以进修，深深的来观察一切呢都无所住，然后真正的已经呢在修道那我们呢就讲这个第19分法界通化这个法界就是整个宇宙虚空叫做法界能够通化须菩提云何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所以前面就是内心明义从内心来了解义理。那从第19分开始是从外境外境来了解义理。那从外境呢就是从七宝还有那个布施这样的连在一起来讲就比较能够容易了解因为我们凡尘要布施就要有很多的因缘很多因缘聚在一起才有布施的事情然后布施了以后又发生很多那个因缘又变化又很大所以从外境来明了义理就是讲布施那从内心明了义理呢从恒而沙所以佛在讲呢有脉络可以遵循我们要可以了解
用呢3000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世人以是因缘用这样的因缘得福多佛，所以虽然这边也是用布施来做比喻可是它重点呢它是在于那个外境明了义理，从外境来了解，说我们所持之法那个也一样，全部都是空的那内心能执的心更要先改变然后所持的法一样的也可以改变所以这边呢就讲布施的因缘得福多不多，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梵文来讲那个布施呢叫檀越檀就是布施啦，越就是越过贫穷，只要我们布施就越过贫穷所以越肯布施的人他过得越富裕越那个天命就是讲一仙级怕24个干，那他呢不会离开贫穷，他一生都贫穷所以我们要了解越布施越有钱越不肯布施越没钱这个道理呢我们就是要研究。如是是真此人以是因缘就是以这个布施的因缘得福甚多所以底下呢佛就讲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我们看到文字说假如说福德有实实在在的话有时那么如来不说得福德多那个称性而说啦，就是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福德它没有实际的那一个实相在，就是我们要去行布施那个福德它自然就会来。那假如说我们都不行布施，那福德不会来所以福德不是说固定有看我们怎么做它结果才会呈现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讲说呢那个布施的那个因缘就可以得到这个福德然后我们有福德的因缘我们又呢可以富裕就可以越努力的布施所以就变成善的一个循环越做呢越肯做越来呢环境呢会越好。那么以福德无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福德无，所以假如说我们看文字福德没有以福德无所以各位就了解到福德它不是固定的是看我们怎么样的表现假如说我们肯帮助人，我们肯布施，那个福德自然就来那假如说我们都不肯帮助人也不肯布施，那就没有福德所以这个是从外界来明义明了这个义理跟你那个内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法界这个通化所以凡尘一切都是无定没有固定的像我们要什么样的生活
看我们怎么样的付出啦。我们假如说要使生活过得多姿多彩，那我们就把生活圈扩大，尽量能够呢帮助别人，然后尽量能够拓展我们生活的范围啊更宽广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心境也会跟着改变，心境改变啊，我们的运也跟着改变，整个我们人生啊也会跟着改变，然后啊身体也会跟着改变，我们越局限啊在我们生活的小圈圈呐，身体也不健康，然后啊交往也不宽广，然后啊也没有帮助到人，那我们过的一生啊就会很郁闷。那假如说我们改变，只要你心里改变了，整个现象啊也都会改变，然后我们看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啊自己安排，然后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追求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是一个最根本的，我们呢一定呢要确立我们这个修持的方向。很快呢这个19分啊只有一点点文字，我们呢就讲20分离色啊离相，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离开呢所有的这个形象，离开呢这个五颜六色。须菩提于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我们呢这个不要看底下的经文，我们就从这一句我们来问自己，说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吗？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佛可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各位先生，佛有形有相，可以；如来不可以。如来，假如说问如来，可不可以具足色身见？那就不可以。那佛有相，可以。你看咱安尼有研究一段时间真长啊，对无？竟然对这个问题咱嘛唔知，无研究啦。因为佛是有形有相，所以可以具足色身见。可是我们看底下那个须菩提的回答，他说不也是真，他不回答佛，他回答如来，各位有没有看出巧妙？前面佛可以具足色身见，有没有？然后下面那个须菩提回答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有没有？这样回答就正确啦。说如来不可以，佛可以，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佛可以，佛有形有相它呈现在凡尘，所以可以具足32相来见。佛因为用32相来引诱众生修道了，所以假如说不可以的话，他要引诱众生修道的动力就没有了，所以佛可以。可是回答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那个如来真的，如来就是性
他佛性没有形象，那个就不可以呀，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呢，即非啊，具足色身，然后是名呢，具足色身，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如来，不可以，然后佛可以，可以32相来见，这个佛，然后不应以，这个32相来见如来，那个如来呢，不，没有形象。须菩提，于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所以啊，这个就跟前面问的那个佛可以具足色身，然后如来可以具足诸相，就完全都不同了。问话就完全不同了。然后我们就是要看他问话的内容。他问佛的话，可以啊，有形有相。问如来的话，不行，如来没有形象。如来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没有形象。所以须菩提回答说：不为是真，如来不应语啊，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啊，即非具足，是名呢诸相具足。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如来跟佛，毕竟呢，它有这个形象呢，跟没有形象的那个差别。那么这个问话的那个重点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是升观。这个无助啊，以进修，就是深深的来观察，就是连最殊胜的形象啊，我们也不住，就是离色离相，离开呢有形有相的来修呢，这个比较呢这个正确。然后我们呢，再翻过来看，这个21分，非说所说分，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这个呢，开头就告诫须菩提，说你不要说如来有这个念头，我当呢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所以啊，我们了解啊，我们大概都会引用到这边来讲课啦，所以啊，这个如来这个等于是非说所说了，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以真理的角度来讲，这个释迦牟尼佛从成佛到进入涅槃中间都没有说一个字啦，那个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讲。那假如说我们从这个现实的角度来讲，佛成道了以后讲经说法49年，讲得很努力光讲那个1天1夜的涅槃经或写就写1年，还写一点点而已不是全部都写我们这一本讲完了来讲涅槃经。要进入涅槃之前1天1夜说的虽然他说的时间不长，可是那个抄下来时间很长那因为我们可能也比较少接近那个涅槃经因为是
佛要进入涅槃了，不能再有那个隐瞒啦，因为平常都有方便法门，就是跟弟子讲的一些呀，方便法门，到了这个进入涅槃的时候啊，他就全部呢都讲，像那个开头啊，涅槃经这个开头，那个弟子就一直在夸赞自己啦。说佛教我们修无我，阮拢真认真修啊，起码修已经无我啊。然后佛就讲，无我就是生死。弟子拢听专讲，你唔是安尼甲阮教，阮叫你家去做啊，结果拢唔对。我就是如来，无我就是生死。可能我们也没听过了对呀，我们这个已经快完了，先预告。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非说所说，因为如来讲经说法都是应的弟子的。那个根器以及那个疑问所做的回答，完全呢都是从性海之中流露出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从性分之中流露出来，它没有能收了，它没有所收，重点就是在这里呀。我们在凡尘啊，我们说这个要讲课啊，要先准备课程，然后你准备啊，就有能说的我，所说的法，对不对？就一定有能所了。可是佛在讲经说法，他没有，完全都从那个性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里面流露出来，所以它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能所啦。所以讲到这个没有能所或者又是想到那个早期达赖喇嘛跟我们那个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在纽约对谈，有没有？那个真的假如说没有讲出来，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那个在对谈，因为现场转播了，大概有52个国家有实况转播，那每个国家都是你自己回去翻译他现场不提供，现场只有他们用英文对答，然后那个佛学博士在发表长篇理论，达赖喇嘛就举手，然后他就请他讲，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那个佛学博士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有听出问题来了没有？然后达赖喇嘛第二次又举手，他要请他讲。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然后我们看的人讲，达赖喇嘛记忆那歹，一时久尔念袂记了，对不对？我们的感觉啦。结果它里面那个包含的意思等到我讲完了，我相讲完了那个法相你有我相有法相，实以生灭生灭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凡尘，明确的说，我不告诉众生生灭法，因为生灭法是六道轮回，我不告诉众生六道轮回，就这样然后那个第二次举手他说
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那个就是没有三心啦。刚才要问哦，刚才已经过去了啦，已经哦，过去都好过去啊，没有三心啦，所以哦，那个真的是行家一伸手哦，便知有没有，都没有在讲话哦，这样就完了。我们真的看得不飒飒，看无啦。各位姐，假如说是我们在这个现场看的话，我们会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一定不知道，对不对？可是经过分析以后，我们就会了解，原来里面有那个学问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团体呀，他说释迦牟尼佛49年没有讲的，都留给我讲。我们没有研究的人听到不会怎么样。我们研究人听到那会差样，人迄一字都无讲是完全拢伫真理内底所以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你凭着什么说从成道一直到涅槃，中间没有讲一句话？那佛就讲，我凭着2个，一个叫自助华，一个叫自正华，2个，秉着这2个华来讲，你自己本住华，你的本心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无迄个会讲没有能说，没有所说了。你自证，你所有的佛证悟他也没有能说，也没有所说了。以这2个来讲说，他从成道一直进入涅槃，中间没有说一个字。所以当时佛学看到这个观点真的冲击很大。明明这些经安尼，我看甲袂得完，一字都无讲，无我咧看这是啥物？明明都你讲的为什么那一字都无讲？原来就是他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安尼啦，比安尼尔啦。这个真的是。还很高真的49年没有说的都要留给你说说不完的。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深入研究了当我们有研究以后，就了解说佛为什么那样说，他又讲的那么努力讲到拢无困呢。佢唔免困呢，你若要听你全伫咧听伊唔免困伫咧讲互你听。迄个边咧放肆迄个伫咧安尼咧甲伊恐吓啦，讲迄个鬼来啦，你搁也无爱休困所以迄父母休困，边的侍者就袂当休困他就一直在恐吓，赶紧休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已经你到了这个成佛的状态，所以只要我们都很努力的这个修持的话，真的我们可以绝对过不一样的人生你若较专心认真做，按照佛学所讲的去做一定都有功夫
都有供物出来。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一段非说所说就是因为佛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若人言呢，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假如说呢说如来有说法，就是毁谤佛，不了解那个意思。不能解我呢所说了不能了解呢佛所说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说法者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无法可说，各位先生，无法可说，这个无法的法是什么法？都已经会了啦，没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呢已经呢走进了我们的那个本性之中了是名说法，只是一个名称呢它叫做说法。那么尔时会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以未来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须菩提听到呢这么殊胜这个法这么高你说这个颇有众生往后以未来世有那个众生听到这个法，他有办法生出信心嘛这个要顾忌到了。哎呦，这讲这才深的那听有。像说这个上个礼拜你要是没来的话，那就好了。你要是来的话无你是咧讲啥？讲了一个下午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个内容那个法真的就是太超越我们凡尘。那么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所以这个须菩提顾忌到众生听到他没有办法生出信心然后佛就回答说他不是众生，他是佛啦。他是佛的话，怎么会没有办法这个生出信心？不没有？我们看起来哎呦那边他回答跟他已经呢没有答案了。结果佛一讲了彼非众生，你把它当成众生，把它固定化，当然他信心就没有他没有听过这个道理，不会相信。可是他的本性就是佛他本性是佛，怎么会听了以后没有信心呢？所以佛一回答了以后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现在非不众生彼非众生就是他也是佛不是众生，你不用顾忌太多，只是他现在还是众生所以彼非众生非不众生。各位要看文字不是咧跟咱文字的游戏它有意思前一句呢就是表示他本性也是佛，下一句呢就表示他现在还是众生不一样了两个地方不一样。何以故须菩提，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所以这个众生呢如来说非如来称性而说啦，众生不是众生，众生都是佛，都是如来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走入真理的领域以后
哎，全部都不同了。那我们呢就接得22分，无法可得，无法可得。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这个须菩提到这个时候呢，他还怀疑说佛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是无所得吗？有没有听出意思？须菩提还很怀疑你若无得，那我都先问，所以他就问，然后佛就回答：如是如是，说对，无所得，佛得到呢无上的正的正觉为无所得，无所得，我们都知道了啦，无所得就是已经得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须菩提，我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一点点都无啦，一点点法都没有。这个就更明确的跟我们讲，就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咱第一尾我一时就讲足多分对吧？都很快因为它的意思都连贯，从17分呢到24分，升观无智以进修，就是我们呢都观察呢无所住然后呢这个能够进修，可以体会一下可不可以？不然我们讲得太快就没意思了。爱听为主要，主要呢就是要能听懂。这个无法可得，无法的法就是妙法啦。咱都得到妙法，当然都得了。那么讲静心行善第23，23分。故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所以我们了解是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是法平等。所以不管是总统，不管呢是街民，全部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有高有下呢，是我们身份地位。那我们了解这个法，无上正等正觉法，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这个无有高下的这个平等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我们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我们用呢没有事相来修一切善法。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前面都跟我们讲无德无法，可是这边呢又叫我们修一切善法，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呢以无事相，就是没有我人众生寿者，没有这个事相来修一切善法，就能够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体会意思吗？告诉我们一切呢都无所得，
可是啊，又叫我们要修一切善法，等于呢就是要不能落于空啊，不能落于完空，要实际的能够去做，然后做的内容啊，就是不落入事相，落入事相的话，那等于又是凡夫啦，没有落入事相，等于是跟佛一样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跟佛一样得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四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法没有高下，佛跟众生都一样，可是我们不能落于完空，来得到呢无上正等正觉，一定呢，要没有事相，要没有分别心，要没有三心四相来修一切善法。所以修一切善法是实际的在做，实际的有，然后呢，我们得心中就不有那个所得的心，心中有所得的心就落入凡夫了，落入我们众生的位阶，那我们心已经都是空了，这样呢就跟佛一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的正等正觉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讲完空的，我们修道是有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切切实实的我们呢能够做，能够实际的这个修持。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又怕呢我们住在善法的那个名相，如来说称现而说，那么称现而说的善法就即非了，即非善法，是它的名称叫善法，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佛处处讲离相，又怕我们住相，又在讲说呢所言的善法如来说即非，叫我们连那个善法也不能住，一住了以后就进入凡夫，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做我们呢这个帮助众生然后就是把帮助众生所有的那一些记忆都抛开，就是不记在脑海啦，或者都讲我们记在脑海，它会变成福报了；我们不记在脑海，它变成得本，我们升值得本，变成进入性分，我们所做的善，它进入我们佛性里面，变成我们的得本，道德的根本。那假如说我们都住相，住在脑海，我们帮助人家都记得，那这样呢变福报，那福报很快就用完了，就够了。那你都帮助人家把它抛开以后，你不记在脑海，好像我都没做这个事这样的话，他已经进入性分，能够升值得本，这样能够了解意思吗？有时候啦，我们会讲，有位记忆较好做啦，会比较我们都会邀人情，咱人情布施予人，拢会甲人讨对无？会不会？或许这样讲是说不要，这个就够了就好，这个有机缘我们有机缘去帮助人家，我们就是了解，那个都是
眼即则生啦，眼散就灭啦。过了就过了啊，就卖去记的，还是讲我生来就大财产来布施，没有啊，那么伫凡尘所谈的所拥有的，然后来帮助人家，这样子而已啊。都益来给我就甲益倒出去去帮助人，这样嘛，懂不？要做还要有勇气我们呢要行持的话呢，真的要多一点勇气。所以啊，我们这个23呢，静心行善，就是清净的心呢，能够呢这个行善。那刚好讲到17到24啊，升观无智与进修的最后一分胡智无比，那个胡跟智啊，无比第24。那第25啊，到31啊，就是究极无智啊，以成正，研究到极，一切都无所住啊，就能够证悟啊我们的本性，所以究极无智以成正。所以《金刚经》呢，它的那个结构前半段呢，净明无住以彰般若正智。在环境啊有形有相，我们都无所住，把我们的般若啊启发出来，然后后半段啊心明无住啊，以显般若离体，那前半段一样，第3分呢，到第9分，那个啊，就是敌视无智以生信，让我们产生信心啊最重要。然后第9分到第16分，就是这个就能够呢，我们这个深入去研究，然后深入研究以后让我们呢一切呢都无所住把整个我们信心呢都呈现出来。然后我们讲24分呢，胡智无比是升观无智与进修的最后一分。胡智这个呢我们了解我们用胡来表现的话呢，大部分呢都是福报它那个智大部分都是属于聪明。须菩提，若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之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计有人持用布施，所以这边呢用了3000大千世界中，所有之须弥山王，就是那个很高的高山，如是等七宝计，都是呢积集七宝，然后我们有人呢拿来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句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以前福德100分不及一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用呢这个有形有相的那一些物质来布施，都还不如呢用呢般若波罗蜜，用呢我们般若妙智慧到达清净的彼岸乃至这个四句句就是要我们呢能够这个身空心空性空法空能够修持能够呢受持读诵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接受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我们佛性本体，然后我们把它呢拿出来应用持受持。所以我们了解这2个字对我们非常重要受接受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
一定呢，在我们这个心中啊，要相信自己呀，佛性本体，这个呢就已经受。然后持啊，就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用，可以把我们的佛性啊拿出来用，所以受持2个字，我们这个研究啊《金刚经》啊，一定要知道我们金刚自信，然后受持，能够呢接受我们金刚自信，能够拿出来用，那读诵呢，就是为他人说啦。读诵就是要利人，我们自利呀，受持呢是自利，然后我们又要利人，所以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我们能够脱离苦海的，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众生呢也都脱离苦海，不要在凡尘啊，这样一直啊在受苦，能够啊，修道啊，成道，就脱离苦海。那这样呢，用那个有形的物质啊，来布施呢，还不如呢，我们用呢，无形的，那个佛性啊，妙智慧，来帮助人家，那个功德大，那个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呀。虽然用有形有相的物质来帮助众生呢，那个福德啊，不很大，不很多。那我们能够呢，要人这个受持啊，《金刚经》要能够呢，受持四句句呀，这样的话呢，那么对他的帮助啊，都非常大。那么百千万亿分呢，乃至算式譬喻啊，所不能及。这个等于是用算的都没办法来到达我们呢能够呢度化众生，让众生成道成佛。所以啊，我们今天讲的蛮多分啦4、5、6有6分的那一个之间，还剩下有3分钟，有要问问题吗？我想这边有些请问一个问题。好，请说。在我们如意句当中有出佛身血跟破和合身，请讲师讲解一下。出佛身血那个我们要了解到，以现实的那个现象来说，那个是恶心出佛身血，那个是忤逆罪啦，还有那个破和合身就是人家要修道，要脱离苦海，你挑拨离间使他们没有办法相处，那个在现实来讲都是忤逆罪，那个要进去阿鼻地狱。可是呢，在我们内修来讲，那个恶心出佛身血就是说我们这一生现在的这个身体为最后身，最后的啦，以后不再有了所以我们要恶心就是把这一生就是破坏掉，不要再有下一生，那个是内修方面就是不要再种下一生下一个生的种那个因就是已经那个因你都不种了所以那个恶心出佛身学的内修讲，就是我们这一生为最后生，不再来了，我往后不来了。那往后不来，你就是不能再种那个来的因，所以你这一生过了以后就没有了，就已经脱离三界了。那个破和合身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都有促成很多的因缘。那很多的因缘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会促成我们下一生的因缘所以我们把那个那个
就是破除掉让这个要来凡尘的因消失。就是破和合生，和合了以后它才会形成一个修道的团体。那个是等于是一个外表形象。那内在我们呢就是要就是不随着世界，不随着众生，不随着业果，不随着凡尘的人家的走向，然后我把那个破除掉了，破和而生，那个是内修。所以这个忤逆罪有两个，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外的话那个是阿鼻地狱啦；内的话是现证实法。你现在就证悟可以到达阿罗汉，现在就证悟到阿罗汉，所以那个是很殊胜的。下课。各位坛子、各位讲师、各位天贤，大家好。有讲师佛学三道天师的老天贤大德，也是感谢各位天贤给后学机会写讲。我们今天这个金刚经是最后一堂课，我们在这个留下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请那个陈文旭陈兄要讲心得因为他上个礼拜送我们到高铁台南高铁的时候路上有跟我们提起他的一些经历，那或许就希望请他说给大家听我们留半个小时给陈兄发挥。那因为或许又觉得说我们现在手上拿的那个虽然也是或许在民国96年所写，可是因为那个太不好携带，他也写得太密那或许现在重新又在写，重新再写跟那个我们现在看的《涅槃经》一样大本就会比较好携带。那里面的内容或许把它就是越简单看得懂这样为主要所以我们听的因为是实语比较现场部分，那看的可以慢慢思手所以后学已经在着手在写了所以我们之前都是先写了以后再讲，现在是讲了之后再写所以也希望说我们从这个听的跟看的都有所得真正的对自己有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金刚经》的最后一堂从25分开始。这个化无所化第25这个化就是教化众生，就是度众生这个无所化就是已经平等心没有能守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已经是已经到达那个平等六祖说见性是空平等是德已经都是平等所以化无所化教化众生我们了解说不能有说我高人一等。须菩提于云何？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所以这个一开头就讲说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作是念就是起心动念，那起心动念都是妄的。那如来假如说还起心动念的话，那他还没有成如来，还没有成佛啦所以我们了解不能说如来有那个作是念有起心动念那我当度众生这样就是已经高人一等了已经这个站在很高的位阶来对待我们众生，这样又跟真理不合真理都是平等
那这样它有高低了，有高下，所以佛呢，他这个心中没有说要来这个度化众生，可是我们就是了解到众生都是迷昧，没有办法了解到真理，所以佛只是告诉我们佛的知见，告诉我们说呢，不能再凡尘起心动念，是始于性温里面的事情，所以告诫说须菩提莫作是念，不要有这个念头。何以故？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实在没有。为什么实在没有？在实在里面没有佛的名，没有佛的相，没有众生的名，没有众生的相，所以没有啦，没有互相对待的，所以实在没有众生，众生都是佛啦，所以要了解说，现在为什么众生没有成佛？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成佛，我们自己有众生的知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成不了佛。只要我们把我们众生的知见都去除了，我们走路我们佛性的那个正知正见，也就是佛知佛见，这样呢都成佛了啦。所以要了解，实在没有众生如来度的，因为众生都是佛，众生都是如来如来怎么度如来？所以要了解到，在真理上来讲，没有那个事。那么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假如说有众生是如来度这样表示就有高下了，有高低了。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寿者，这样如来就有四相，有四相就是凡夫了。这样了解吗？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或者说呢，我们从文字那个体会还不深，我们从能熟来体会就很亲切啦。比如说我能看，这个很正常很平常，我们生活之中都有我能看，能看就是我相一定有所看。那所看就是人相，那我们所看差别重生不只有看一件事物啦，看很多，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寿者相。这个在看的部分来说，那我能听，这个能听的就是我相，一定有所听，那所听就是人相，那所听又是差别重生。非常多的声音，非常多的状况，那我们全部都听，那个叫众生相。那我们连续不断的听，叫寿者相。这样四相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很容易体会了。原来只要落入能熟，四相鲜明。那我们要怎么样没有能熟呢？就是要去掉三心，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佛性不生不灭本体就已经整个呈现。所以我们了解不是很困难，而是说我们的习惯性，我们那个性分里面都是凡尘的这一些事，都是我们在凡尘的应对所以就变成我们跟真理格格不入，没有办法进入真理的领域。那只要我们自己进入了，我们就是如来，我们就是佛，都不困难的啦。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所以这边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跟须菩提讲说，如来说。如来说就是称性而说了，那称性而说里面性分里面那个我我们凡尘在用我
我们呢都是认为啊，身体就是我。可是佛讲，我们的身体呀，是众缘际会，所有风土啊，它呢，借我们用的，不是我啦。所以啊，如来说有我，那个随顺啊，完成来讲，那则非有我，就不是真的有我，那个我就是如来，有呢，我就是佛。而凡夫之人啊，以为有我，这个凡夫众生呢，都以为啊有我这个身体呀，实实在在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身体呀，它一直啊，那个细胞在新陈代谢。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小孩子不会长大，那我们长大了也不会老，也不会死了。那为什么都一直变化？就是我们身体呀，不是实在有，它是啊一直新陈代谢，假的啦，身体是假的。那凡夫之人啊，都把这个身体呀当成是我实实在在，所以都在身上做功夫，全部呢都为我们身体呀在打算。要有物质享受，然后要有财产，要有形象这一些呢，我们都拥有。这样我们烦恼就不断了。所以那个我身体的我是假的。那我们在凡尘啊，有这个身体，是我们累世之间造了业，然后现在啊接受果报，然后呈现。那有的福报，有的呢就很坎坷，那我们了解这个都是自造因啊，自受果报，都是自己做的，那我们只要全部了解，所以啊，这个上个礼拜戴夫金在问啊，说那佛的本体，都是一样，都是平等，都是同体，所以我们要了解。从真理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凡尘，假如说越简单的生活，我们越接近我们佛性本体。假如说我们的心思这个太热络，心思太会转弯，那找自己麻烦了，人家也不喜欢呢跟我们相处。那很简单的生活，别人也就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不会有那个算计的事情，不会呢被陷害，都不会，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最初的本来，都是纯善无恶的啦，是我们落入凡尘太久，六道轮回一直轮回到已经我们都把笔都不知道，不知不觉了，所以就每况愈下，越来越不理想。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走的路自己开创。所以古圣先贤讲，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确实我们命运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怎么样来生活，都我们自己安排，然后我们自己去实践，然后我们自己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所以要知道我们来的凡尘很快一生就过了。所以听到那个道经讲，你还不来听，这外口无得听呢，你讲的迄个71岁我听了到地讲，有影的71岁本来都感觉还很年轻啦，一听到讲71岁想想就讲超过一家子咧，一家子60岁呢老一辈拢讲你若食60岁就会使就无夭寿啦。我若食无60岁就夭寿，我都已经有咧，还佫超过可是或者就想因为这个真理很不容易领悟了。或许光摸那个佛性本体就摸30年，有够笨的。
30年才把它摸出来。有的哦，不用2、3天、2、3个小时，你就知影。我说对啊，没错。可是哦，佛学讲的佛性本体呀、它是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言、独立、无所依赖，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我们身体的神经啦，我们身体布满神经，你那个结什么时候都有，而且很微细，你都不知道你的神经里面都很骄傲。我哪有？仔细看看有没有？有嘞，都很骄傲嘞。稍微人家讲个2、3句气不滚，那个什么骄傲？那为什么骄傲？不知道，就是无明啊。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没有原因，所以我们被这个害得很惨因为无明，我们才造业因为造业才受苦因为受苦我们又继续造业你看咱当时有法度脱离真少嘞要脱离的机会很少。可是看我们只要你愿意离开苦海你找的怎么样离开苦海的方法，就绝对可以能够离开苦海不困难的。所以我们知道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看看你这一生要怎么过，很快或许健康个讲较输你蛮先讲完，维摩先个讲完，真久迄句我伫的时阵你讲有啦，我都有听但是我都无做。你就迄句想我迄句要知听着就赶紧做嘛好。迄要知伤慢就爱这个马上这个实行这个心动，马上行动这样就完成了就马上整个改变心理改变我们整个行为改变，整个命运都改变，全部都改变。我们周遭的人看到我们改变，他也跟着我们改了所以就理想真的这个娑婆世界变成莲花邦就是很理想不会说无缘无故做捷运拿刀子杀28个人3分多钟，恐怖什么原因没有原因，杀的人跟他一点仇恨都没有那他为什么去杀人就是被那一些那个电玩里面不是都在打杀吗就是被那一些害的害惨了看你有够勇敢，有够做大代志，讲这有做大代志人迄做大代志就是成全众生拢成佛，唔只有做大代志你去杀人杀，家己就爱去关监牢。因老爸老母讲紧甲判死刑啦，后世人佫来好好做人。父母亲都不期待，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养育孩子很辛苦。囡仔生出来直直哭啦。即马太太都生产无力，先生咧抱，先生骗袂掂先生也咧哭。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要把孩子养大费尽苦心不是说只有父母亲辛苦，周遭人大家都帮忙帮忙那个孩子长大。你长大了，你去危害别人，那你怎么对得起帮助你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定我们要抓到人的根本我们当人人命就关天，我们的命跟上天都有连带所以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重自己的生命，也要维护别人的生命这样才是正确不能用那个歪理
真老，讲要去杀人，经过去练身体，练的才有体力通杀人，这个什么道理呀？哦，真的不要看还好，一看了满肚子气。然后如来说：“哦，即非凡夫。哦，如来说称性而说，我们众生不是凡夫啦，众生都是佛。哦，所以啊，即非。可是啊，现在哦还没有成佛啦，所以是名凡夫，还是我们还是凡夫的状态。所以就是自己呀要努力。然后我们翻到第26分。”法身回向，法身，各位前人知道吗？以法为身，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为身，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身，用我们的佛性本体呀来做法身，所以这个法身呢，它没有形象。所以法身回向，因为落入形象啊，就有变化，就有生灭。那我们的佛性它没有形象，所以不会变化，也没有生灭。所以这样啊，万年亿万年啊，都在。可是啊，我们都不了解到自己呀到底是经过这个几生几世啊。因为或许又重新写《金刚经》，然后算一算，说我们啊这个缘会已经到完成6万年，然后我们假如说很幸运啊都以人为主要，用每一生啊都有一甲子60岁，那我们已经1000次的生死。1000次啊！咱已经死去个生1000摆啊！那阵较歹运的去做精生做鸡啊，或者说4个月一世啊，伊的60年一架子啊，都已经经过240摆的生死。经过6万年，算的1000几万的生死拢唔知呀。不知不觉，我们都还很迷惑，为所欲为，所以或者写这一次啊，就把这个写进去，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已经经过很久了，经过6道轮回，经过几个缘会。我们跟南极老先生一样，老先生时常讲啊，自我成道以来，已经看到大地混沌7次了。我们看到几次？难道我们都不在其中吗？都有嘞，只是讲这个已经侧看成岭啊，横看成峰，只因为身在此山中啊，庐山真面目不认识。都唔知影家己到底是安那生安那死，生生死死啊都不知道。然后我们现在研究了又求到了我们可以回归到我们本位了可以啊不用在苦海流浪了，苦海不好玩啦或者说你假如说很贪恋凡尘，那你赶快找那个四谛圣人托弄你来念个3年保证你对凡尘已经不贪念，已经可以看开那个都凡尘事小事就可以全部脱离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要自己先认识认识我们的来源认识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讲的都很正确啦。那请问李天在哪里？我们要了解
里边哦就在我们当下，哦，我们当下有5度空间呐，哦，所以那个哦陈文旭陈兄啊，他就讲到进入5度空间呐，或许很惊讶嘞，哦，讲了28年哦，还没有人说进入啊5度空间，哦，竟然他讲到说哦，去日月潭啊，有那个哦文武庙跟玄光寺，哦里面啊跟所有的神明互动，哦，我说这个可以来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所以法相呢，法身非相，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佛。这个释迦牟尼有问呢，这个须菩提说你的意思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啊？用32相来观如来？须菩提就回答说如是如是，以32相来观如来。用形象来看他相的成就了，所以我们在凡尘啊，这个都用得很熟悉啦。我们看相，假如说他这个有钱，然后有地位，然后你看他的相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以相来认定啊他的身份。那么佛就讲须菩提。若以32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啊，即是如来。因为啊，我们要了解到，那个转轮圣王的32相是福报，如来的32相是修正，有没有差别？福报有的32相，那个相啊。只要你福报用完了，相就消失了啦。可是如来修正的32相，它是永远都在，它不会消失，所以不一样啦。可是啊，我们都以相来论定，就不知道内容。那佛呢，把它的这个讲出来。那须菩提啊，听到了以后，就向佛讲说：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啊，不应以32相来观如来。所以啊，须菩提想说，我都要为成佛啊，可是呢，我听佛所说的义理呀，不应该用32相来观如来，就是不能住相，重要的就是这样。那么尔时世尊呢，耳说句言。若以色见我，这个寄语啊，我们时常用。若以色见我，就是用形象要来看这个如来，要来看佛，以因身来求我，从因身啊要求如来，从因身要求佛。世人呢行邪道。这个人他走的路啊，已经不正，是歪了啦，偏了，不能啊见如来，就是啊见不到如来，所以这个意思呢，告诉我们，这个佛跟如来啊，不能用形象来看到，形象看到都会变化，那个都是生命，所以都是假的。也不能用因身啊，来求如来，来求佛，因为只要落入生相，一样都会变化，都有生命，所以我们了解，要呢，走入啊，我们真理世界，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全部没有形象，也没有声音，可是啊，很切实的。我们都能够深切的体会，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啊，就离不开如来，离不开佛，就已经都是了。可是我们都日用而不知啊，都不知道
我们就是佛，就是如来。所以啊，佛讲这个句呀，是要我们了解，我们本身就是佛，我们本身就是如来。之所以啊没有成，是被我们自己的见觉障碍。我们见觉不正确咱咧看的、咧听的、咧想的、咧讲的、咧做的，都跟真理不相契合，所以才造了很多业，因为业才受苦。受苦以后更迷惑，所以就永远都没有出脱的日子，就一直受苦。那接着呢，我们就看27分，无断的无昧分，第27，须菩提，汝若作是念，所以这个佛跟须菩提讲，假如说你心中有念头，有起心动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呢，这个如来不以具足相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如来呢一定呢要具足相，他才能够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就是要我们实际的来做，不是专门讲一番理论就会使，要实际做。所以具足相，你要以具足相就是有32相80种好，那个呢才叫具足相。那我们行百善得一相。所以要具足相所做的善要非常多了，才能够具足。你具足了以后才能够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才能够得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都很轻易都得到了，不知道可贵。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再三的告诫，说你不要有这个念头，说如来呢不以具足相得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这样，一定呢要具足相才能够得。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知法断灭。所以这一章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在凡尘最怕呢就是说断灭，所有知法万法断灭。像我们自杀的人他的心中就存着一了百了，那个就是逃避不想面对现实，逃避一了百了，那个叫断灭。所以我们在凡尘最怕就是这个观念。我们只要走入消极的那个思想，我们的人生就真的变黑白。所以不能消极，我们要非常高兴，有人的身体有得到上天大概普度，有修正最上乘佛法，那个是很难记住的因缘。那现在因缘都记住了，为什么我们不看重？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而又呢走入消极的那个念头。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消极念头一来了，浑身都没力已经无力，要做啥都无力，都不想做了。各位就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去实践，要实际的做。尤其行善更是需要。你虽有善心，但是善行不够，那都还不算。
要呢有善心了，又能够实践了，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说是一个善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啊，不能断灭。一断灭了啊，什么都没了。那真的是什么都没了吗？所以各位浅显，自杀的人啊，先到枉死城去关到他的寿命到，才出枉死城。出来的时候啊，就走入地狱。看他这一生在凡尘所作所为，又呢在地狱啊，监构审判。所以枉死城的那个都是多余。那我们知道只要你有自杀的念头，那个就是伤害自己。那你再来凡尘，再转世，在你的性命之中啊，还是一样伤害自己。所以啊，你会无时无刻啊，又产生自杀的念头。只要机会来了，你又自杀，你看恶性循环。所以啊，我们要研究道理，都了解因跟果，有因有果。那假如说我们遇到很困难解决的事情，要知道那个是业力现前。那业力现前啊，就是我们之前也做了非常多让人没办法承受的那个罪过。那我们现在啊，反过来自己来遭受，就是要你了掉之前所造的这一些业。那我们只要了掉就没了啊。所以你要应称要欢喜心，甘愿受业啊就了了，就没了。所以啊，在凡尘再怎么苦的事啊，你都要熬得过。这样呢，你的人生啊就没有白费。不然这一生来了做什么？回想看看，我们这一生啊，有什么是值得留在凡尘？吃饭睡觉，大概留在凡尘就是这个啦。吃饭睡觉，有啊，做年轻的拢吃饭困，困饱吃，吃饱困，留下这个给人家做什么？人们买样也免人教，那样吃饭困啦，爱困来困，困起来过来吃饭，这个都会啦。所以要了解到啊，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这一些事啦，而在于我们能够学着天地非常的诚能够诚心诚意对待自己，对待大家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众生都呢全部对得起。这样的话，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可是啊，还要加以发扬光大使我们的佛性啊发挥到淋漓尽致促成所有的同胞、所有众生啊都能够修道，都能够成佛，这个才是我们希望大家都成佛了整个天地啊都是佛了，你看多祥和，那个不会有乱杀人的场面发生了，不会啦爱都来不及了，哪还敢杀？那个阿鼻地狱啊都有份无缘无故去杀人啊，你就是要进入阿鼻地狱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完整的道理。你说断灭不对，你说常见不对，就是众生永远都当众生，那也不正确啦我们众生啊做得不好没有身体了变畜生变成三恶道假如说我们做得非常好还没有修正那也可以当三神土地七天神仙，不一定的呢拢无固定的啦，要做啥看咱按哪表现我们在凡尘怎么表现就怎么样的呈现你喜欢过得很高兴真的果报就是喜欢高兴
哦，你觉得说人生很苦，你过的一生啊，哦，绝对是苦啊，没有快乐的时候。所以啊，你的心看看是什么心，哦，我们要保持哦纯净的哦那个光明的心，那这样的话恢复本来啊，哦就很容易，容不容易啊？啊，拢唔敢赢呢，哎呦无简单啦，哦敢遐困难袂啦，是安那都无想要做啦，问题所在啊。大概就是这样，都无想要做啦，什么时阵要做？较老咧，若食袂老就死安那，无后世人再来做啦。你看，我们多消极。